怕什么？报告母啊，叫傻，报告母啊，叫傻逼说这几天日子。再来！报告母啊，报告母啊，叫傻逼说再来！报告母啊，我叫傻逼说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会遇到任何困难，我在全力以赴坚持到紧急婆婆，允许我通过，可以，确定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你已经是今天晚上是第4个晚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坚持这天晚上、明天晚上、后天晚上，总共坚持3个晚上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。除了想我们之外，是还是挺好的吧？然后我也非常想你呀，然后不过我相信你能坚持下来，你是最棒的。然后听教官的话，然后有些体力你能坚持，尽量去坚持。如果就一点点的那种累或者是疼，然后你还是坚持一下，好吗？好，加油啊！跟妈妈说再见。妹妹，拜拜，你是最棒的。